財富與居所嘅智慧法則，貧窮同遠行嘅深層思考。好多人初聽呢兩句股份，往往感到困惑不解。唔通我辛苦打拼一生，唔淨係為咗擁有寬敞舒適嘅豪宅咩？我身處困頓，唔正應該遠赴他鄉尋找出路，努力闖蕩咩？點解唔能夠踏上遠征之路？咁正係現代人同古代聖賢智慧產生分歧嘅關鍵所在。我哋習慣於從表面文字理解，從外在形式判斷，卻忽視咗其背後蘊含嘅深刻道理。呢句股份中蘊藏住極其深邃嘅人生哲理，佢並非簡單咁話俾你聽該做乜嘢或者不該做乜嘢，而係提醒你去思考嗰啲根本性嘅原因。點解富有之後反而不宜居住豪宅呢？一般人嘅諗法係：我辛勤工作，創業成功，光耀門楣，理應購買一棟氣派嘅別墅，花園要寬廣，泳池要豪華，樓內要有數十個房間，咁樣先至顯得有面子啦。旁人見咗都會讚嘆，睇某某人多成功，住咁豪華嘅宅邸。呢個確實關乎面子啦，係展示俾他人嘅成就象徵啊。然而，古代先賢嘅智慧，首先考慮嘅並非外人嘅眼光，而係自己係咪真正生活得好。呢種好，並非物質層面嘅豐富，而係身心安寧嘅狀態。咁豪宅嘅問題喺邊度呢？首要問題係無法聚集生氣。中華文化極其重視氣呢個概念，人活住稱為有一口氣，身體健康叫元氣充足。人多熱鬧稱有人氣，呢個氣代表一種能量，一種生命活力，就好似一個杯倒入熱水，好快就會變涼；而保溫瓶因為開口細，熱氣聚集喺內部，能夠長時間保溫。房屋亦都遵循同樣嘅原理，如果房子過於寬大，而居住者只有兩三人，呢個房屋嘅氣場就係分散嘅，無法凝聚。居住喺氣場雲散嘅地方，人嘅元氣會逐漸被呢個房消耗掉。你係咪有過咁樣嘅體驗？獨自待喺空曠嘅大殿入邊，會感到心中發毛，覺得寒意陣陣。咁並非溫度造成嘅，而係心理感受，因為嗰個地方人氣不足，氣場過於分散。呢一個就係點解古代皇帝雖然住喺宏大嘅紫禁城，但係佢嘅寢宮實際上並唔大，外圍層層疊疊，將空間分割得較細，目的就係聚集龍氣。如果皇帝瞓喺如廣場咁寬大嘅房間裏邊，龍氣早就散盡啦。第二日邊有精神上朝處理國家大事？因此，富不居大屋嘅第一個道理係為咗養生，係為咗凝聚我哋最珍貴嘅生命之氣。住喺其中，你會感到溫暖踏實，感到房子喺度滋養你，而非你喺度供養一個空蕩蕩嘅房屋。購買豪宅之後，每日需要打掃維護，心力同金錢都消耗其中，最終你唔係喺度享受房，而係變成咗房子嘅奴隸，得不償失。第二個問題，豪宅會導致家庭關係疏遠。家點解稱為家？家應該有溫度、有互動、有交流啊！住喺大別墅裏面，父親喺東邊書房，母親喺西邊畫室，個仔喺南邊遊戲室，女兒喺北邊琴房，各人佔據一層樓，擁有獨立套房。食飯時候需要對講機呼叫，或者係俾保姆逐一通知。飯後大家又各自返去房。請問呢個仲算一個屋企咩？呢個唔似屋企，更加似旅館。每個人都只係其中嘅住客啫。人與人嘅感情需要適當嘅距離嚟培養，呢個距離要恰到好處，太遠啦，感情就淡咗。從前嘅四合院，大家住喺同一院落，抬頭唔見低頭見。今日聊張家長李家短，有一種濃濃嘅人情味。而家嘅房子一大，夫妻間可能一日都話唔到幾句話，父母同仔女更係存在深深嘅代溝。點解？因為物理距離逐漸轉化為心理距離。所以富不居大屋嘅第二個道理係為咗維繫家庭和睦，家防才能萬事興。你喺外賺再多錢，返到屋企冷冷清清，夫妻唔似夫妻，父子唔似父子，你覺得人生幸福咩？嗰啲錢有咩意義啊？嗰座豪宅最終就成咗金碧輝煌嘅牢籠。第三個都係最重要嘅，得
德不配位。中華文化強調，一個人擁有嘅財富、居住嘅房屋、所處嘅地位，都要同佢嘅德行相匹配。如果德行唔夠，卻偏要坐高位住豪宅，話俾你聽，你壓唔住。乜嘢叫壓唔住？就係呢個房嘅氣場，呢個房嘅福報比你嘅福報更大。結果唔係你住喺裏邊享福，而係呢個房喺度損耗你嘅福報。民間有好多故事，話普通人突然發橫財，換咗豪宅，結果冇住幾年，唔係生病就係出意外，最後家破人亡。點解？佢冇相應嘅德行同埋福氣去承受咁大嘅富貴。呢個就叫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所以真正嘅富人唔係指暴發戶，真正嘅富人係有智慧、有德行嘅貴人。佢識得惜福，知道自己嘅福報有限，唔能夠隨意揮霍。住一個大小適中、溫暖舒適嘅嫁路佬就夠啦。把多餘嘅錢財同埋精力用嚟行善，幫助人哋積累更加多福德，咁樣富貴先至係夠長久。呢個叫厚德載物。你嘅德行越深厚，先至能夠承載越多嘅財富同埋福報。富不居大屋唔係物質層面嘅選擇，而係精神層面嘅智慧。佢講嘅係聚氣養生、家庭和睦、德行匹配。追求嘅唔係外在奢華，而係內在嘅安寧與圓滿，係一種恰到好處，係一種中庸之道。貧窮不宜遠行嘅深層含義，呢句話爭議更大。好多人話我正因為貧窮先至要背井離鄉，到大城市打拼尋找機會。皇后將相寧有種乎？難道我要一世待喺窮山溝女？呢種諗法好有志氣，但係古人呢句說話唔係打擊你嘅志氣，而係提醒你凡事要講究時機同條件。呢度嘅窮你要理解透徹，佢唔等緊指口袋裏冇錢。如果只係從呢一個角度理解，就將智慧睇淺咗。呢個窮呢係綜合性概念，指你窮於乜嘢呢？第一，你窮於本事。你有咩一技之長啊？有咩核心競爭力嗎？如果你乜都唔會，連喺本地都揾唔到好工作，憑乜嘢認為到咗更遠嘅地方，競爭更激烈嘅地方就能夠出人頭地？到咗遠方，人生地唔熟，冇本事，最後嘅結果好可能唔係衣錦還鄉，而係客死他鄉，或者喺大城市最底層苦苦掙扎，過得比喺屋企仲差。所以貧不遠行嘅第一個提醒係喺冇準備好本事之前，唔好輕舉妄動。你應該做嘅係堅守原地，先臥薪嘗膽，將本領學好，將嗰把劍磨鋒利。等到你覺得呢個手藝、呢個能力到邊度都餓唔死嘅時候，再出去，嗰時你嘅底氣就唔一樣啦。第二，你窮於人脈同資源。中華文化非常講究人情同關係。喺家鄉，你再窮，總有幾個親戚朋友遇到困難、生病冇飯食，總有人能夠搭把手幫你渡過難關。呢個就係你嘅根。一個人貿然考到千里外嘅大城市，舉目無親，遇到麻煩揾邊個？被呃咗揾邊個？做嘢走，房租交唔起，瞓邊度？嗰陣時你先至會體會到咩叫真正嘅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所以貧不遠行嘅第二個提醒係喺冇積累基本社會資源同埋人脈網絡前，唔好走得太遠。呢個係風險控制。古人係愛護你，驚你出去受苦，驚你一跌倒就再都爬唔起嚟。建議呢，先將根紮穩㗎，哪怕要出去，最好通過熟人介紹或者有明確嘅落腳點，而唔係好似無頭烏蠅一樣扎進完全陌生嘅世界。第三，你窮於心智同見識。長期喺閉塞環境生活嘅人，思想見識相對單純，佢可能好善良純樸，但係外面嘅世界好複雜，人心亦複雜。一個單純嘅人跑到人心叵測嘅環境，好容易成為人哋嘅獵物。你冇分辨是非、保護自己嘅能力。所以貧不遠行嘅第三個提醒係喺心智冇成熟、冇見過足夠世面、冇形成堅定價值觀之前，遠行風險巨大。你應該喺離家不遠嘅地方鍛煉闖蕩，我哋叫練手，慢慢了解社會點樣運作，人心係點回事，碰幾次壁，食幾次虧，心智就成熟啦。呢個學費喺離家近嘅地方交，總比喺遠方交代價細得多。
你隨時可以返屋企休整療傷，等你真正變得強大，百毒不侵。嗰時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想去邊度都得嘅。所以貧悟遠行唔係俾你安於貧窮，唔係俾你冇志向，恰恰相反，佢係教你點樣真正穩妥成功咁遠行。佢話俾你知，成功唔係靠一腔熱血，而係靠周密準備。你首先要喺本地將根扎深，呢個根就係你嘅本事、德行、初步嘅人脈同積蓄。就好似一棵樹喺苗圃嘅時候要搏命長根，根深咗再移栽到任何地方都能夠活。如果仲係弱不禁風嘅小樹苗，一陣風就將佢吹到沙漠，只有死路一條。所以遠行係果，唔係因為你變得唔窮啦，有咗立身之本，所以先至去遠行，開創更大事業，而唔係因為窮就盲目遠行。呢個因果關係千祈唔能夠搞顛倒。兩句古訓嘅智慧統一，而家我哋將呢兩句話合起嚟睇，富不居大屋，貧不遠行。佢講咗一個核心，內外要平衡。富不居大屋講嘅係你嘅內在德行，家庭要能夠撐得起外在嘅房子，唔好俾外在嘅嘢壓垮內在嘅核心。呢個係對富有者嘅告誡，要識得收斂，要識得守成。貧悟遠行講嘅係你嘅內在本事，根基要先強大起來，先至能夠追求外在嘅遠大目標，唔好俾外在嘅慾望超越內在嘅實力。呢個係對貧窮者嘅提醒，要識得積累，要識得等待時機。你睇，一收一放，一個守成，一個開拓，講嘅都係同一個道理。中華文化最核心嘅智慧，中庸之道。凡事要恰如其分，要啱啱好。你嘅能力有幾大就做幾大嘅嘢，你嘅福分有幾厚就享幾大嘅福，你嘅根基有幾深就走幾遠嘅路，你嘅屋企有幾堂木就住幾大嘅屋。一切都要匹配，一切都要平衡。當唔平衡嘅時候就要出問題。富而張揚住喺超出德行所能承載嘅大屋裏邊，呢個叫滿。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好快就要走下坡路。貧而無盡，喺根基未穩嘅時候就去闖蕩遠方，呢個叫虛。根基不牢，地動山搖，好容易失敗。所以古人呢兩句話跨越千年，到今日依然振聾發根。佢唔係俾你消極，唔係俾你認命，而係俾你認識自己。你要清楚知道自己而家處喺咩階段。如果你而家富裕，要警惕，唔好被物質迷惑。要返轉頭睇下你嘅屋企，睇下你嘅內心係咪安寧和睦，呢個守內。如果你而家貧窮，更加要沉住氣，唔好好高騁遠，要踏實咁將自己武裝起嚟，將內功練好，呢個叫修內。你睇，唔理富還係窮，最後落腳點都喺一個內字上。修養你嘅內心，修煉你嘅德行，增長你嘅智慧同埋本事。當你將內在搞紮實咗，外在嘅一切財富、地位、遠大前程，自然而然就會嚟。而且嚟咗以後，你接得住、守得穩、用得好，呢一個就係中華文化話俾我哋嘅真正成功之道。佢唔係向外捉取，而係向內探尋。所以下次當你再聽到富不居大屋，貧不遠行嘅時候，希望你唔好再從字面誤解，而要會心一笑，知道呢度面藏住古人留俾我哋最寶貴嘅人生錦囊。佢教我哋點樣安身立命，點樣趨吉避凶，點樣喺複雜多變嘅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遠、更幸福。